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加减捌听的。古早男性咧追求所爱的人，讲一言二钱三岁是少年。哇，一坎一坎咧排比，讲到尾啊，排到第十。啊，这个有道具才有艺术。啊，敢有迄个女方咧看男方？有哦，你听国正啊讲哦，分做5坎哦。头一坎叫做亲夫纳婿，过来叫做心内爱，过来讲摕钱来买菜，过来讲半暝顶铺盖，过来讲要死互人抬。国正啊，你看讲，到底这对倒位查出来的资料？来，国正甲你报告。连雅堂先生，日本时代的文学家、历史学家，伊上较出名就是写一本《台湾通史》，因为因老爸。伊自细汉，因老爸就甲讲你是台湾人，袂当唔知台湾事，所以伊发心去写一本《台湾通史》。伊另外搁写一本《台湾语典》，对阮甲咱这两字开始查，将台湾话所讲的言辞汉字安怎写才合理，伊安尼一句一句去变出来。啊，伊吼原来对各地方的风俗、对各地方的民俗，较有兴趣咧研究，所以另外搁写一本册报叫做《雅言》。伊咧写讲台南地国政头拄仔咧讲，男性追求女性，一言二钱三岁是少年。啊，伊咧对比下门迄个所在，风月场所的姑娘啊，看到人客来，那迄个上介意爱的，哇，亲夫纳婿，这第一坎的啦。啊，那第二坎的原来袂歹哦，亲夫纳婿上介好，第二坎的讲做心内爱。虽然是一度春宵，虽然是金钱买卖，不过伊也是当作讲对方是意中人。安尼第二坎的讲道具，讲做心内爱。啊，那第三坎呢？第三坎吼，就袂下感情啊啦，就摕钱来买菜。哦，国情啊，安尼有影逐句都道具呢。亲夫纳婿，心内爱，摕钱来买菜，这都唔免解说你。敢若金钱往来尔嘛，安尼嘛是算真现实，无嘛讲真单纯，无唔对呢。不过还佫有较歹啦，第四坎的连雅堂讲道具的，讲迄个风尘女看到人客，迄个看到伊目头就夹的，讲或者迄款的来是半暝顶铺盖，铺盖就是被铺。咱一句话讲叫做光铺盖走路，半暝顶铺盖就是讲死伫顶点叫伊走伊唔走。啊，敢有佫较歹？有啦。过来，即句第五坎的，原来唔免解说，讲要死互人抬。安尼古早下门风尘女所写，人客有5坎，嘛是道具的趣味甲艺术啊。